推動香港落實普選，讓到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治下第一個普選嘅城市，一直係我從政嘅理想。過去4年，香港社會有20個月用喺推動政改方案上，我非常努力，落18區同好多嘅市民傾偈，爭取社會上最多嘅支持。喺最後階段，民建聯約見咗部分議會嘅黨派，爭取佢哋嘅支持。結果係點？大家當然都好清楚，政改方案被否決，而我亦都冇喺議會裏邊投下支持嘅一票。呢一個係我從政以嚟最大嘅遺憾。睇到政改被否決，我哋嘅社會陷入嚴重對立撕裂。有人相信激進嘅路線，有人破壞法治，有人更加話要搞自決、搞港獨，真係我哋嘅出路咩？香港社會一直追求民主，我相信更加重要嘅，我哋每個人都要捍衛民主背後嗰一份價值。香港嘅政治出路在於重啟政改，重啟政改嘅關鍵在於建立互信，發展優質民主，讓我哋一齊為香港創出路。